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看中东战事上新的消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所在高度安全防卫区发生爆炸。另外，一方面，早前起予无人机攻击的杜拜国际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航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列区一间饭店16号无人机空袭，到9个乌烟直直窜去天顶。有安全官员表示，卡由沙色火箭向美国大使馆射去。列区是巴格达高度防务区，有美国使馆甲其他外交机构、国际组织甲政府的办公室，互伊朗看作是美国伫中东的据点。过去几天变作是攻击的目标。伊拉克安全部队当咧提悬列区的戒备，伊朗警告美国毋通伫伊的领土部署军队。They understand that those who drag them into this, war, can drag them into also a quagmire for them. 伊朗当天也向以色列射飞弹，以色列百姓已经是第7届收到伊朗飞弹的警报。虽然大部分拢好炸落来，也毋过飞弹的碎片可能落伫较市区的所在，扰乱人的日常生活。另外，也有不时来自黎巴嫩的攻击，尤其以色列北部是真紧张。תקיפה נוספת בלב טהרן, פגענו והשמדנו מרכז לפיתוח יכולות תקיפת לוויינים. מרכז שהיווה איום על נכסי החלל והלוויינות של ישראל ושל כל העולם. 因为中东的战争高度警戒的杜拜国际机场，目前已经渐渐开复部分的航班。16因为附近机场一座燃料槽互无人机攻击引起火灾，加载真紧就拍花，无伤亡的通报。根据各国官方的统计，这场战争目前已经伫伊朗造成上无1300个人死亡，黎巴嫩880个，以色列上无12个，也若美军也有13个人死亡。黎巴嫩有超过100万人有路无厝，占人口20%。公司新闻英文零编译。国际能源运输重要水路荷姆兹海峡目前是起予伊朗封掉咧。国际能源总署最近是决定要甲4亿桶的这战略石油甲提出来。那根据这全世界石油用量的统计，美国一天才用到1912万桶用上济，咱台湾是82万桶，全世界排25名。能源运输命脉，荷姆兹海峡因为战争差不多中断，互全球的油价大起。国际能源总署甲能源协会统计，全球石油一天平均用量以美国1912万桶上济，过来是中国甲印度。台湾石油的用量是82万桶，排名全球第25名。原油安全存量来说，目前看起来，那如果真的不再有源头进来，就是依据现行的油品消耗来说，我们大概只能再撑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而已。经济部能源署进行指出，国内石油安全存量超过150天。专家认为，万一中东战争延长，可能要为油品的消费做调整，以价质量减少消费，有助延长油品的天数。若是石油无为荷姆兹海峡经过，伫海运街道部分沙特阿拉伯东西向原油公路，为东部省的阿布凯克油田穿过阿拉伯半岛，再过直通红海的盐埔港。每天差不多500万桶，若是阿布达比原油公路为内陆省的哈布县油田通往阿曼湾的富吉拉港，每天差不多150万桶。啊，不过大体运载量对比原先经过荷姆兹海峡原油日运输量1370万桶，也是欠真济。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替代掉从荷姆兹海峡进出口的那个问题。油管的接通点，就那个港口的作业区，它是不是跟原来的港口作业区一样的长、一样的便利？专家认为，若是荷姆兹海峡持续封锁，毋若国际油价起价，包括飞机附加费用也会增加，最后毋若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全球也有可能石油危机，都要谨慎因应。记者采访报道。因那中东的战事，伫咧咱台湾，就日几是关心讲，敢会影响到咱国内通货膨胀。行政院主计长陈淑主席回应讲，若是这油钱起10%，对 GDP 的影响大概是0.1%。若是这战争真紧就结束，影响应该是袂真大。16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一桶上悬起到106.42美金，西地州原油北起到上悬99.27美金，中油地起柴油总共吸收9块半加10.9块。对国内经济成长率加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化，更会造成通膨。它涨10%，那对我们一个 GDP 的影响是0.1%啦，哈。那如果说全数涨价是0.12，那对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讲是，会
会影响0.24啦。主计长陈淑珠讲，消费者物价指数是逐个月修正，因若经济成长率是每3个月修正一遍，会继续观察中东战争对国内影响。因若中油的财务亏损已经超过800亿，也会吸收国际油价起爆稳定物价。陈淑珠希望立法院赶紧通过中油增资案，另外月底将要开电价汇率审议，也希望会当缓起，互人民安定。因若国内经济对这信号已经继续是热络的红灯，敢会因为中东战争的影响？大家也伫咧讨论，主计总署所估计，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7.71%，敢会向下修？主计处预估7.7哈，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可以达成。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出口会持续的跟去年一样，景气灯号，我想应该有机会持续的再红下去。国发会主委叶振宪表示，有关通增加数的绩效，3月确定未起，不过4月绩效就要搁再协调，3、4月液化天然气供应无问题。中油进前甲美国签的 LNG 买卖契约，也自6月开始交会。会继续关心国际能源绩效。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各地拢是这份好天，敢东部恒春半岛可能小块落雨。咱来看温度。今各地温度是24至27度，中南部可能会到28至29度，下暗这东北部的温度会降到14至16度，南部华东地区是18至19度。拜四拜五有锋面通过，部分所在山区甲东半部地区可能也会落雨。目前咱台湾是大水期，苗栗的永和山水库水位是继续咧降，新竹的宝瑞水库这欠水率是无到3成。水利署嘛表示，今年春雨较少，已经启动水资源的跨区调度，会个检讨对变动。水位一直降，苗栗县永和山水库甲16早起11点，有效调水量是1364.4万立方公尺，调水率干那45.5%。甚至有人翕到亲像新店共款的边汉露出水面，有人烦恼指控这一年100年大旱会个出现。会担心啊？怎么说？因为之前不知道几年前不是有一次全台几乎都缺水，我们很担心那种现象又再一次发生。那个缺水的话，对我们民生非常的不方便。不担心啊？怎么说？梅雨季还没来啊。对，还好了，还好。苗栗地区目前水情状况是正常的哈，还是蓝灯。那目前供水无虞，那当然还是呼吁大家节约用水。自来水公司讲，苗栗供水无问题，不过北边新竹地区宝山水库调水量已经降到22.2%，宝智水库也量超过3成。水情地区由水情提醒特定转至夜间检供水黄灯。地区管理局已经要求各厂商强化用水管控。这个黄灯的警戒，也必须就是限制一些不必要的一个用水，譬如说浇灌啊、冲洗外墙啊、冲洗街道、水沟等等。当夜近期淡南塘水库调水率也拢伫4成以下，水利署严格控管两个水库每日10万立方公尺出水量，佮启动跨区调度机制稳定供水。李站门乌山头水库、北干线甲云林河川水库每日支援21万立方公尺水源。因为确实春雨降的比较少，所以我们一些农业的加强灌溉措施，还有我们各用水，包括产业用水跟民生用水的节水措施，我们一定要来加强。水利署强调，目前水情依然维持正常，不过今年大水期落雨较少，经济部杂志已经成立旱灾应变小组，会继续滚动检讨影响措施，确保民生甲产业用水的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台北市长周万安推动无分城市，宣布伫咧西门町、中山商圈要试办无分商圈，评估设一个室内食饭空间，按算顶半年要推动。再来是自由时报，台湾的查某人不幸去得到灵癌，一年就18万人求医。卫生部今年启动灵癌照护品质提升方案，健保投入4000万，鼓励病院提升照护品质。最后是中国时报，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甲北约的盟友国家赶紧让荷姆兹海峡恢复通行，佮威胁习近平讲3月底这高峰会恐惊爱延后，若是北约无要斗3天，这后果恐惊真严重。
中东的战事，美国是按算3礼拜之内就要收煞。在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当咧甲这中国、日本、法国等7个国家来协商，出动军舰来护航，保证荷姆兹海峡的安全。不过相关的国家是拢无明确的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行政团队相信信息指出，这场对伊朗战争可能第3礼拜，也就是更快的时间来结束。川普15日为福州登记花火空军1号人员表示，伊朗方面正想要甲美国协商，不过认为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伊朗迄日封锁整合全球1/5石油供应的荷姆斯海峡，和国际油价一直伫每桶超过$100左右。川普15日证实，已经甲包含中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甲澳洲等7国沟通协助护航，尤其是中国。川普伫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警告，若盟友无法度协助解除荷姆兹海峡的航运封锁，美国甲盟友之间的安全合作可能面临重大冲击，甚至影响北约的未来。佮讲，若中国无协助确保荷姆兹海峡航运安全，亦可能延后完成3月底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不过，澳洲方面昨日已经表示，未派出军舰去荷姆兹海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日也回应，日本也無針對派遣軍艦做出決定，也無接受正式請求。まだ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せんので、家庭のことにはお答えしにくいございま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進次郎15暗時甲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通話差不多30分鐘。小泉強調，日本認為即馬伊朗的局勢依然愛靠外交方式解決。北京方面無正面回應川普的講話，南韓外交部是表示已經注意到川普的呼籲，伊甲美國密切協調。法國是考慮護航行動，不過愛在情勢穩準，戰事等去了後才能推動。英國首相舒克15分別甲川普也有加拿大總理卡尼討論荷姆斯海峽情勢，不過無做出具體承諾。公司新聞今晚聽評價。國際上的大代誌，做伙來看世界。伊索比亞頂禮拜發生崩山意外，當地政府表示已經有125個人死亡。受到美國石油封鎖影響，古巴國家電力系統宣告全面崩盤，全國有1100萬人無電通用。中東的戰火帶動國際能源計數有歐盟的官員表示，就算講目前的處境艱難，因嘛無拍算要進口羅西亞能源。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魯亞克治來台灣參加Q3論壇，會見賴總統。針對台海安全，伊是提案講要和美國、日本、台灣的軍樂隊會當做音樂交流。也針對倒應台去日本看棒球的爭議，伊表示講因日本未去管人的私人行程。佢看到好朋友日華懇談會長古烏圭斯。賴總統甲伊雙手握按按，感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甲國會表達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希望能夠繼續深化關鍵產業合作，建立要當依靠的供應鏈。台灣との関係を非常に強く持ってた。細かい指示とかそういう話はしてませんが、官房長官のすり合わせを通じてですね。古烏圭斯也對台海安全提出新提案，建議美日台軍樂隊進行上定和平的音樂交流。台灣も入って共通の価値観を持つ、パートナーですから、台湾、アメリカ、日本、ここの音楽隊が、一緒に文化交流を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非常に大きな意義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文化交流なんでね、やっぱり中国からいろいろ言われる筋合いの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正爱因阿被辜负送一个伊本单航讲的 CD 给阮总统，并且讲相关构想已经当面向阮总统甲 AIT 处长郭立言说明，两个人拢讲正好。阮总统讲，去年台湾、日本两个国家人民互访的人数超过800万，希望以后会当超过1000万。而且大家也关心行政院长杜英泰最近去东京看 WBC 比赛，日本政界反应。おそらく野球大ファンなんでしょうね。だから行か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もう別に政府も我々日華議員懇談会も一切タッチしておりませんので、もうこれ以上コメントのしようがないです。国务回应讲，对杜议长的私人行程，日本政府甲立法恳谈会拢无介入，强调台湾甲日本拢是民主社会，尊重基本人权，未限制个人访问日本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李正秀昨去到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讲是伊做立委的头一届质询，内政部长刘世芳会点名，毋过是拒绝就台，无要访问。刘世芳嘛表示讲，李正秀的立委身份也有证据，伊会遵守法律，未知法犯法。有请刘部长上台，谢谢。我们尊重行政院，行政院的官员可以不用上台。那时间继续暂停。今日质询台请内政部长刘世芳上台质询，不过刘世芳人坐伫咧位的，连头也无回。质询台顶无官员起立，李正秀表达不满，讲要讨论民生问题，民进党耍用政治操作。行政部门这样的态度意义何在？是否藐视国会，请主席裁示。我觉得行政立法互相尊重。那所以说，我们也尊重行政院。李正秀第一遍质询重点是社会主体，不过自头到尾，拢跟李正秀一个人一个讲，而且国土署加制度中心官员上台质询，拢无人起立。接下来开始叫刘世芳女士，住都中心让社宅空着不给住，民众看得到吃不到。不好意思，这里可以帮我请那个住都中心的董事长花敬群董事长上台吗？一样尊重行政院的态度。国籍法，国籍法你看一下。我想大家应该记得。一个国籍，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是？不敢看。我可无敢看啊。民众党立委伫咧协调也无结果，民众党团批评李必耀替执政党过门，用个人加政党的立场强行限缩立委的职权。刘世芳伫咧会前就讲，李正秀的立委身份有疑虑，也遵守法律，未知法犯法。在事实跟法律还没有确认之前，或者司法判决之前，其实李正秀女士她担任立法委员的身份是有疑虑的。未来我想要问行政院，是不是任何一个他看不惯的立法委员，他只要用一句“我对你的身份有疑虑”，就不给他上台。虽然行政院长杜英泰下令各部会卖提供相关资料进前，李正秀就甲内政部讨社会主体相关资料。内政部讲，迄当阵有用电子邮件通知讲，伊要提的资料拢已经公开伫咧官网。事后也请各单位伫咧李正秀立委合法的资格也未确定进前，拢卖提供资料。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讲到昨又阁有4只在中国海警船拢来咱金门海峡，咱海巡是专庭紧张监控公布个赶走。中国海警14533，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军署 TP355两艇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咱海巡是表示，最近的中东情势紧张，中国海警的行为是完全无必要，是白了油。海巡嘛会继续加强应对，确保海峡安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海事组织最近是甲咱的警告讲，一只停伫咧台南的安平港的龙乐安号的货船，这身份可能是假，嘛可能会造成国安的危机。这航空局表示讲，已经有派人就船去检查，要查到问题，若无解释，就先甲这船扣起来，袂使离开。这只停伫咧安平港9号码头的货船，船顶的人员是足无用的，离开港口的时间无确定，因为这只船早就互国际组织掠安，甚至互列做是高度威胁的黑名单。航港局的人员伫咧13检查，查到几项无适合航海的重大欠点，要求这只船伫咧改善进程，袂当离开安平港。它从海中接驳，然后靠岸，然后进到台湾地区。那这到进到台湾的，如果刚刚讲的是人员或者是其他比较危险的武器的话，那这个对台湾的国安
另外一种破口就是说，我们讲俗称的会不会有第5纵队？相关单位一定要去严查啦，在还没调查清楚之前，不要让他们出港。这只货船若船身份是假的，而且调过去18个月自动识别系统数据会当看到，伊航程定定驶去公海了后就结束。足奇怪，而且伫咧台湾10号位啊海峡活动的时阵，有1/3的时间会调一个把安全公报信号关起来。我们交通部要优先来禁止出港，而且航港局、我们的海巡署相关单位一定要加强整个盘查的机制跟监控的一些频率。虽然讲敢若高雄、台南有2摆停港的记录。不过有仪器所侦测到有1213摆食水线真大的变动，专家合理推断，这只船一直咧做无合法的船对船转运，私底下则唔知影是虾米的物资，或者是相关武力的一个状况哦。这一点的话，就不是单纯的走私它可能就涉及到想用这种所谓的权益轮、非法轮驳的这种侵扰来去进行国安破国的测试。对，专家提醒，网络侵扰的状况，其实伫咧第一岛链4号以下拢有同款的状况发生。针对无开船只自动识别系统的船是足歹防的，敢会当增加海巡的量，才会当第一时间甲涨起来，甚至结合日本、菲律宾的海巡做下境联合式的查缉、管理甲控制，才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台中市自由路一个建案工地，昨是有钢条对15层楼悬的所在落来，先讲到路边的轿车了后，才搁喷去边啊店家，加在是无造成死伤。大华桥已经下令停工处分，建商是表示讲未来会搁加强管理。伫监视器看到工地边啊停一台白色的轿车，突然间悬的所在落一个物件来，喊着车了，搁弹到边的店内。受影响的民众讲，迄当真真危险。看力量偌大啊！讲有惊到无？啊，阮当然只有惊到，甲我拄好伫后壁，我听配项就紧撞出来。啊，迄就是拢伊的节奏啊。喷的店内即支钢条长差不多3公尺，重大约10公斤，好佳在无伤着人。意外发生伫咧16早起9点外，台中市东区自由路即个新建工地顶头落一支钢条落来。附近的民众讲，即个工地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几多遍。他就常常会捡到一些工具之类的，我也捡到一些铁制品、小东西，还是铁钉之类的东西，我也常常捡到啊。他们是在传接料的时候，它不慎可能没有抓好，因为在那个材料稍微比较大，它变成有滑落这样子，会请他们就是把所有的材料都在做一个整理然后传接料前也会把我们施工下周边的环境确认好。工地主任讲，迄当阵正伫咧吊挂，无帮支撑方形钢梁，伫咧团接的时阵，无顺利对15层楼悬落来。除了会加强安全管理，也会负责赔偿。市府甲结构技师则着同步来现场会勘，发现应该的防范措施要加强，也要做好工地管理。斜平并没有很就是铺满，先要把这个部分呢有缺口的部分，尤其临自由路跟这一条191巷的这个部分啊，先把它补满。要立即停工去做一个改善跟检查哈。那改善完成之后，另外要将施工计划书及安全防护计划送经我们指定的专业工会去做一个施工计划书的咨询。大华桥除了下令全面停工，也依照违反建筑法开18000个的罚单，限期改善，确定安全无问题，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市双丰路有一个工地咧挖地基，所害到隔壁的厝规栋拢倒去，建管处甲罚27万，下令停工，边的住户是全部撤离，建商爱担全部的责任。桃园市桃园区双丰路。这个伫咧去透天厝的新建工地，15早起伫咧挖基础的时阵，因为施工过程无做好保护厝边厝的措施，造成边仔的厝倒来。建管处除了要求工地遂停工，也依照建筑法采取起造人、承造人加减造人，总共27万的罚款。昨天是有听到嘣一声，就听，阮就伫内底啊，关掉了啊，砰安尼啊，就这样啊。就出来看。哎呀，就倒了吓到吗？当然啦。看到你觉得很可怕是吗？对啊，
怎么说？就是好可怕。就第一次看到这样房子倒下来。对啊，我知道就在挖那个地下室嘛。那今天为什么过来看？我看来这个看来有没有拆掉啊？好佳在代志发生迄当阵，这间倒来厝内面无大人。警官所讲，因是甲土木技术工会去现场勘查。初步看起来，代志发生的原因虽然甲边仔这栋厝基础较无稳定有关系，因过施工的工地伫咧挖的时阵，正明显无做好保护边仔厝的措施，也有责任。承商将会做紧急维护措施，然后避免邻近设施的危害，然后并第一时间跟那个受损户达成安置及损坏赔偿的协议。警官所讲，受损的两栋建筑物内面，较瓦基地这栋是判全损，另外一栋开奥多摆店的建筑物受结构安全的问题，已经协助住户完成撤离，由承造商负责所来安置的代志。为了要避免落雨路会放弃，也是要求承造商做安全维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件赛车吊车叫拖车来吊的纠纷，有车主是讲叫拖车来本地公免4500，来到现场了，这合约签的一站路就拖无到4公里，即马说讲要甲卡4万块，要甲业者告诈欺。我要举证，他是跟我说空白的。伫咧警察面头前销量，车主因为拖吊费甲业者伫咧冤家，开价要45000块，太离谱了，我以为是3、4千块。车主正不满，讲业者一开始报价讲价格是4000块，逼啊车一拖了，突然间变赔，讲要3、4万块。我就听他跟那个拖车业者在为了那个拖吊费谈不拢啊。今天如果说叫我去现场帮他修的话，我可能会带个电瓶去就直接在现场换一换，就好了。这件纠纷发生伫咧新北市新庄，15月到2点外，车主迄当阵一架车停伫咧卖场的停车场，要车无法度发，上网找拖吊业者来处理，拖到3.7公里远的汽车修理场。因过因业务一到现场就一直赶工签合约，但是内容内面拢是空白，因这个业者是随便划价，讲要告对方诈欺。本案费用明显不合理，报案人已对相关人员提出诈欺告诉。本案本所依规定受理后，已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其实拖吊费的争议常常发生。今年统计到即马，新北市受理的申诉案件就40件。经过消保官初步调查，这回涉案的拖吊业者，跟之前被申诉的业者有相差。报价是报3万9，口头有讲，然后我们有录音，然后客人也有回复 OK 没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作业之前有请客人签道路救援签认表，上面也有价格。对拖吊车问题引起的消费纠纷，台北市已经有相关指引，要让新北市正伫咧拟定。因果业者无按照规定行，代志发生了，随甲网络顶的广告提掉，若是消费者无证据，依然无法度开单。我们还是希望有个比较明确的指引，让大家有个依据能够参考，知道说有哪些法源依据在哪边。最主要还是中央要定一个整体性的啦。缔约前，不管是在电话找这个业者的时候，甚至说你甚至后面怎么样，其实你应该都要看清楚这个价目。那当然过程中有录音，那都会增加你事后的这个可以主张的事情。伫咧中央完成司法进程，有律师建议，收集证据保护家己正重要，尤其签约进程就要加注意。新北市交通局建议，会当联络银行处理道路救援，这种上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园供应庙的庙埕传出讲有人咧饲粉鸟，不过这粉鸟煞一只拢向毒死去。这动保处是表示讲会把尸体甲相关证物摕登去化验。高雄林园这个穿红衫的查某人，徛奥多摆来到供应庙头前的庙埕，提出一筐物件来饲粉鸟。这鸟仔食煞无几分钟，就开始飞袂行，所有几落只对空中摔落来，倒伫咧庙埕袂叮当。有民众带囡仔来耍，看到这款画面，惊一个赶紧报警。警方表示，拢总捡到24只粉鸟的尸体，疑似是有人在偷粉鸟，已经把尸体甲现场采样，敢若有毒的饲料，拢交给动保处摕登去化验。现场疑似遭毒害鸽子共24只，鸽子尸体及疑似毒饵已带回本处采样，将进行毒物检测以厘清死因。
东部处对咧启动调查嘛，随来庙埕求红布条呼吁。当地里长表示，这几年庙埕遮定都有人来饲粉鸟，因为鸟仔黑白放屎对附近徛家造成困扰，伊捌放送做白仔提车卖饲，也是同款有人在饲。不过这是头摆发生偷鸟仔的代志，因为庙埕遮出入的民众真多，嘛有囡仔会来遮耍，附近的店家嘛感觉安尼实在真唔通。太残忍了啦！有没有妨碍到别人啊？因为拢有伫咧人的厝的屋檐呐。你卡花，我会当来处理，安尼吼，啊麻烦莫搁再饲啊，啊遮住户嘛较袂困扰，啊莫用讲啊着像讲为着要好要你无迄落迄种性命好无，安尼嘛毋好啦吼。咱若无饲，伊就飞走去别位啊讨食安尼啦。东部处当咧化验了解鸟仔死亡的真正原因，不过个东部处也提醒，无论是偷粉鸟还是饲粉鸟，拢是违法的，尤其是下毒，除了爱罚钱以外，更有可能会罚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台南转运站这查甫便所进前讲，因为无隔房啊，有民众反映讲有温湿的问题。落尾虽然讲已经有做啊，不过煞是做迄种会通光的，嘛，互人感觉讲上一便所尔尔，实在是有够碍叫的。这高雄局是表示讲会赶紧改善。今日去台南转运站的查甫便所，这款摇斗的隔板设计真轻薄，头前叫八卦红造型来做装置艺术创作，创意十足。不过若视线往下边详细看，这摇斗中央大旗的台南logo竟然是通光的，虽然是艺术装置，不过对部分男性使用者来讲，温湿不足，哪像互人看现现，民众反映有寡没关系。现在是有挡板，至少有比较有隐私一点点，但是还是有一些漏洞。台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挡板的，就是尿急的时候还是要上。我觉得这设计真的有点奇怪啦，那个隔板还是镂空的，就觉得感觉上了会害羞啊。其实台南转运站对期控年启用，查甫便所本正完全无隔板，后来交通局接到民众反映，赶紧去装起哩。那这隔板顶面原本冇搭一层无边的石幕，不过因为便所较淡，加上民众会懵掉，造成这幕落落去。交通局回应，已经要求委外经营业者来改善。在114年12月完成加装小便斗的隔板，但是近期接获反映仍有太通透的状况。那公运处已要求转运站经营业者立即改善。为了保障温湿，后续因规划要甲这批隔板换做完全无透光的材质，卖互民众便所的时阵，佮爱烦恼互人看到。交通局按算1礼拜内会完成改善。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统计2025年，咱台湾有超过10万个这婴仔来出世，不过也是离咱高算的，佮减少18000人。立法院新会期，民进党团是提出11大优先法案，增加用的津贴有薪水家庭照顾者等等，嘛希望会当创造友善的育儿环境，鼓励生囝。台湾这几档经济成长率是一档比一档更加好。根据主计处的统计，台湾114年经济成长率是7.37%。不过劳工普遍拢无虾米感觉。有立委提起国发会，台湾虽然经济成长，不过拢是 AI 市场咧带动。但是台湾有8成的劳工拢伫制作业和服务业，经济成长的好处有可能看得到，才袂到。我们看到亮眼的成绩都在 AI 跟半导体哦。这样台湾的劳动力8成都在这个制造业跟服务业哦，所以这薪资停滞的状况哈，都会推升了整个物价、房价跟养育的成本。立委也认为，新主一场和观念的改变，拢会减少生囝意愿。台湾出生率已经连续10档下降，如今搁再创新高。今年2月全台新生儿敢若6523人，比去年2月大减将近4000人。根据国发会新生儿推估报告，2025年出世人口预估上加是12万多人，不过实际出世人口敢若10万多人，和推估的差不多1.8万人。国发会也承认推估报告太过乐观，因为上一次做推估的时候，那个估计值有一点相对的比较乐观一些了，所以造成那个差距又比较大。为着要创造友善的育儿环境，民进党团也宣布新的会期会提出友善一条的相关修法，譬如讲投入400亿的预算，提供劳工7天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推动育婴留停，父母亲满半年佮加发1个月津贴。爸爸跟妈妈双亲都已经请满各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了。
那你们可以再加1个月，也就是各加1个月，总共有14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民进党团也指出，在儿童托育服务法的立法过程中，也会重视囡仔安置在林母岛的规范，避免开案的悲剧搁再发生。因也呼吁朝野立委共同支持斗阵替咱的后一代设想。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咱国家卫生研究院为针对台湾健康的侪伙人来做研究，发现有一种基因确实会影响到认知功能。若是带有这款基因的老大人，伫咧70岁以后，认知功能会较紧退化。超高龄化社会已经来啊！根据卫福部2023年的调查，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失智症已经有8%，医疗甲照护负担嘛变侪，是毋是当提升预防呢？卫福部各月院公布上新的研究，会当伫咧老大人还未失智进前，就会当发现的风险。退化速度可能会依照你带的基因型，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当你今天带了 APOE 的 Epsilon 4的这个分型，只要你带有任一，不管是带1个还是2个，你老年后的认知退化的速度可能都会比一般人还快，就是它会有加速的这件事。国卫院利用简单的心智量表评估，而且追踪4000多个认知功能真好的老大人，用已经证实是失智症定来看遗传因子 APOE 基因做指标，即个当发现年龄老化、认知功能拢会退化。不过，若是老大人有其中一种 APOE 基因，伫咧70岁了后，认知功能退化就会加速。它还会增加这个风险，所以这些人也许要更早就整个生活形态要改，来降低这个风险。目前这是头一摆伫咧台湾健康的中老年人族群当中验证 APOE 基因甲认知功能退化加速的相关性。根据统计结果，台湾有 APOE 基因的族群有17.3%，未来希望会当伫咧临床医学有更较侪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影讲到即摆人当退休了后会当创啥物？影伫咧新北市就有一个平均69岁老伙仔电竞队，伫咧家己也退休的校长学做梦称活甲老学甲老。劳动部也继续来推动中高龄二度就业，鼓励这企业会当留用者的资深员工。魔豆凯撒会玩吗？现在是简单的教学。Q 是大锤子。行线真紧，绝招连发，对游戏角色性质记真条。不过你绝对唔敢相信，你目前的电竞选手已经是阿公阿妈级的。我很年轻哦，因为人生70才开始，我今年只有4岁哦。我是双北翔鹤战队 Richard。今年63岁。这个电竞队平均年岁超过69岁，成军才3个月，嘛成不少退休的长辈加入，展开无同款的第三人生。银发电竞，我自己觉得是有3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是终身学习，第二个是预防延缓失能，可以训练到手眼协调的能力，然后第3个是跨世代的沟通。另外，第三人生实现职业转型的也有因。为什么离开？因为最近几天下。毛毛雨。讲到农学知识，那亲像一本话字典。李在生伫网络经营频道，7年传青蛙机影片，甲他已经有1万人看过，是你教人安怎种？以前当然是教育嘛，哈，教育就是传道嘛，哈。那现在我种田，精神上也是一样，也是有知识的传达嘛。李在生进前做校长，2007年为嘉义县鹿草国中退休了后，因为介意种作，要引导附近的1分地意外踏入网络世界。台湾人口结构少子化冲击，中高龄甲高龄就业变重要的劳动力。虽然劳动部为2020年开始进行中高龄者甲高龄者就业促进法。想要有更加侪可能，社会观念真重要。支持跟接纳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曾经有听过有一些长辈他想出来工作，是子女不希望他出来，为什么？你若安尼出来一条路，我会感觉足无面子。主管机关当地为留任甲回任2大方向加强。立法署嘛强调，目前推行中高龄甲高龄者就业促进计划，为2026年开始，这项计划佫扩大到8亿预算，一定协助人数佫增加1成，希望实现长者老有所用。记者采访报道。
国教院台湾台语资料库大改版，新增加3本台语词典加系统的新功能，会当锁定查词、查例句。学者指出讲，若这资料库若是愈大，对使用者来讲，就愈会当学到正版的台语，对台语的保存是有重要意义。甲台湾台语资料库的网页开开，输入有甲无，就会走出来真侪相关的例句。譬如讲有入选无，有也好，无也好，这两个字拢会用无同色水来显示。这是国教院伫2024年建立的台湾台语资料库。这几天系统阁有大更新，增加新编华台对照点，实用台语词典、台语华语2500个卡栏句对照点，3本台语界先进的词典甲新功能。去敢若纸本会使查的这几本词典吼，即马伫咧即个系统顶头，你会当用网络来查吼。第二个吼，就是你查一个词，你会当看到10几句、20几句，甚至上百句的即个例句甲使用方式。过来就是对研究者来讲吼，研究者就是研究台语的人吼，阮其实嘛真需要遮的资料。学者表示，网络世界无所不在，伫网络顶悬台语资料库，若愈来愈大，使用者就会当找到正港的台语用词甲语法，袂互华语砍去。对台语的保存、教学资源的建立，甲未来台语 AI 发展，拢有真重要意义。所以因讲出来台语吼，拢真侪拢受到即个中文的影响，不管是用词还是伊的语法等等，若是有较大的语料库，就会当看到较侪的即个语料，安尼会当互家己的思考对台语的理解是表现，会当更较成台语。学者嘛表示，台语的起造过去几60年来真欠缺资源，拢是靠民间的力量，甲真侪先进长期打拼才累积出来的成果。学者呼吁政府都要积极投入资源，奖励民间授权资料，互台语资料库会当愈用愈发展。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公司台语台节目《阿狗出任务》上新的一档已经开始咧播送啊！头一集特别介绍较早伫咧庙埕接看到的路边摆放电影的放映师，咱做伙来看卖。有吧，有入味吧？等下就是安尼哦，伊这就是爱一气，拢爱入味哦。3、4个囡仔围伫放映机头前，那听工作人员小解底片要安怎斗。公司台语台二小节目《阿狗出任务》，就是即天专工来到台南，甲规条路封起来，带领20多家庭斗阵来认捌户外电影放映师这个行业。对放映机的操作，甲路边电影的历史小解，民众讲因是来找规矩，嘛是带囡仔来创造规矩。囡仔有介绍讲伊的机器是安那在转的，系安那保养的，吼啊伊的原理，吼伊的影片的原理是安那放出来的，其实是嘛是囡仔较对因做伙学，对因做伙了解。时代进步，5、6个项目变多，路边电影这度随风起微起，不过个破关爸仔囝家己转型，带对活动场去发展，甲户外放电影规定正做一场表演。已经是第3代放映师的高破员工，放映师是被回击的人，透过老机械、老电影、老方式，使大家来买做囡仔时代的记忆，也甲这份记忆传给家己的囡仔。爸爸妈妈较早是看这大汉的，因就会当去，互这个囡仔可以回到这个因较早咧看电影的方式，传承互因囡仔。尼未来咱台湾囡仔拢会知影讲咱较早看电影是安尼，一代当传一代。对我来讲，迄个传承。文化传承，伊对这个工课真正足认真的我感觉应该是足高傲的一件代志，对伊来讲。甲节目结合教育文化，用台语带民众认捌各种头路的酸甘苦涩。全新一季的阿狗出任务已经开始放送，主持人阿狗甲金石哥哥要继续用真趣味的活动，带大家去了解台湾的各行各业。记者郭家做邱阳台南采访报道。伫咧欧洲国家摩尔多瓦，伫咧北部有一个敢若剩30个人咧住的小村庄，因为伊在地这种半地下式的传统的圆石头厝，看起来哪像是电影的场景。伫咧地方的推动之下，也成做出名的风景区。离摩尔多瓦首都基西涅夫2点钟车路的罗戈耶尼，伫咧大雪当中，亲像伫要风放袂记哩。这礼拜有200个人住的小庄头，因为少年人出外食头路，现出时敢若剩30个人住。不过这几天煞开始有游客对远落来，就是要探一个当地人讲的巴斯卡。高档也有人咧住的传统式的厝。Sunt mici care mențin căldura. Ele sunt practic construite în pământ. 为着对抗热人足热、寒天足寒的气候挑战，因的老祖先设计对草包凹入去的矮石厝，圆形的入口爱下礼带有法度入去。
亲像电影《魔戒》内面哈比人的住所。2020年，一栋修复完成的地下厝正式对外开放做博物馆。纳实的壁面挂手工刺绣的地毯，桌顶是番麦糜、油腻起司、生菜甲红酒等传统美食。1月东正到耶诞节进前呢，整年的查某人牵手跳舞，哪唱歌谣哪庆祝。一名南韩的学生拄好受邀请来参加传统的行礼仪式，感觉真特别。If a lot of foreigners have chance to come here, they can see a lot of good sceneries and like that kind of ceremony. This is really hard to see, actually, like especially not just in Korea, even if from US, Japan, or the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Doar că observăm că pe timp de vară a crescut numărul celor interesați să vadă localitatea și care sunt pasionați nu doar de locuințele de tip semi-bordei, dar și de forma de relief, de 摩尔多瓦经济不好，少年人大量去外地找头路。2014年以来，已经消失将近50万的农村人口，估计大约有100万人长期住伫海外。船长拍拼发展地方，想办法修复老厝，保留传统的模样，开发文化旅游的商机。希望为这座哈比人村争取一丝希望，以免对袂着时代。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至27度，中部地区14度至27度，南部地区16度至29度。东部地区16度至25度，外岛地区13度至21度。好，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